Hello，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Casper 媽媽嘅 channel。今日我哋會一齊嚟誦讀一首兒童種菜，叫做《鹿柴》。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開始啦。鹿柴，王維。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響。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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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Casper 媽媽嘅影片創作，加入會員贊助，多謝大家支持。